挫敌卢飞快，你这走马术倒有个6、7成的火候。君子曰：“男女授受不亲。”姑娘为何雨夜追我呀？这是子说的，不是君子说的。读书太多记混了。哎，姑娘，你要找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，还是请回吧。我不找他，我现在找你。你不会像书里说的要找我去修炼吧？别逼我动手啊！让我看看，你到底是谁？呀，惨了！第一次出门剑就被抢走了，师傅，咋办呀？君宇，我们会再见的。看了剑就走了，难不成是师傅欠下的债？这家伙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？这架没法打了。学宫弟子，总有一天要靠自己行走天下。凡是遇到危险，便想到老师怎么行。师姐来了，哈哈，你完蛋了，幼稚。哈！师姐打得好，师姐，师姐打得好。我没打他。你们对他做了什么？回禀师姐，他中了绵骨香。绵骨香，那不是应该睡过去吗？怎会变成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？瞳色淡蓝，一开始是红色的。可有解药？哦，有的，这是正神香，闻一下就能解了。许哥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臭死了！不坐大剑，让各位见笑，不来点特别的臭，怎么现在醒呢？可以了，辛苦师姐了。姑娘你好美啊，就是有点丑。调戏师姐，胆子真大！你们竟敢坑我，放我出来啊！这小子问题很大，还是叫老师过来吧。挖出来送到我院子里，等他醒了，我亲自问他。领命！师姐这是练就了什么武功？不用动手就能把人打晕了？我说过了，我没打他。对，师姐怎么会欺负一个新来的呢？师姐，我感觉这个苏白衣很有问题。青衣郎如今在荆州陈家养伤，你可愿陪师姐去看看他的伤势如何？听师姐安排。师姐，我把他揍醒算了。小风，你可愿陪我下山？又有任务了。江湖各大派高手接连被杀，现场留下了君羽剑连印记。君羽，剑莲。我想下山查明真相。什么时候走？现在。走。稍等。带上他。师姐。路上审问他。
师姐，他怎么来了？小声点，被几位君子知道，可就麻烦了。哎呀，师姐，坐好了，驾！谢雨玲，给我回来！回去！是周正君子，好厉害的佛门狮吼功啊！师姐，君子这么快就知道我们下山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别怕，周正君子是有意放我们下山的。故意放我们下山？周正君子之来之前，给我送了消息。怪不得师姐能提前想到这个法子。看看苏百义怎么样了？这都醒不了。如此良人何？如此良人，你醒了。姑娘，你也听过这首曲子啊？我娘教我的。啊，我师傅也会这首曲子，说是一位佳人教的，每次喝醉了都唱得哭哭啼啼的。哭哭啼啼。难道师傅说的佳人是姑娘？你要对师姐做什么？接下来我们之间该算一下账了。和你有什么账？看来我猜的没错，他果然睡一觉就全忘了。等等，我睡着了？你以为呢？那我睡着以后有没有做过什么过分的事情？我的脚现在还肿着。这里的骨头可能断了几根。我睡着了就……那你岂不是每天晚上都会变成那个样子？我师傅教了我一门武功，每天深夜可以进入到一种假寐状态，勉强能保证我的神思得到休息。师傅说我这是得了一种病，要找名医来治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姑娘救我！以后叫我师姐。好年轻的师姐。师姐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走吧。布阵。星辰北斗。陆师兄，我来。小心。这是天子垂手。天子垂手是什么武功？
走啊！师姐厉害啊！哈哈，冰山一角而已。啊，师兄，告辞。师妹，此行小心。让路痴赶车。咦，天晓云径在西面，往右走走是没错的。驾！怎么还没来？按说1个时辰前就该到了，为何还是没有踪影？莫非从蝶巢窃取的消息不准？头儿，你觉得呢？头儿，瞎喊什么？头儿，从八方城到这里，按说他们早该到了。让千机院找人，咱们清明院只负责杀人。沙雀，给千机院发信号。啊，荒郊野外的，哪来的烟花啊？啊？怎么除了我们，大晚上还有其他人赶路？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请问大师，天晓云径是往这边走吧？施主，你走反了呀！天晓云径该在您身后3里，路口往西走。啊，谢谢大师。驾！佛缘深厚啊！是人，有缘人。施主便是苏白衣。大师怎么知道的？果然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！阿弥陀佛，原来马车之中还有高人。你是谁？来这里做什么？贫僧戒尘，来这里是为了带走这位苏白衣小施主。啊，法号为戒，你是行律院的人。苏白衣已拜入学宫，如今是我学宫弟子。学宫，我给姑娘一个承诺，必保她无恙，如何？你说呢？看来要打过才知道。什么情况？师姐又打起来了。跟个和尚。我去，秋水镜。秋水镜是什么？武道下境有9，上境有4。上境第1层秋水境，内力犹如秋水入海，奔流不息。出了上境的人，才算踏进了高手门槛。这和尚是秋水镜高手。心意气混元功。姑娘好见识，留下苏施主即可。只用1招便破去了我的元功，姑娘果然不凡。姑娘是？我再说一遍，让路！
果然如此，原来是南宫家的。让路！不要这样！扶摇直上，一日千里，这和尚了不得！啊，师姐打得过他吗？师姐16岁入秋水境，2个时辰后便又入扶摇。师姐这么厉害！那天都以为师姐死了。打上！不动尊。什么是不动尊啊？佛门神通，据说运起之时，无论剑劈刀砍，皆不动如尊，周身上下便再无一破绽。师姐，可有方法破之？并无办法。我有法可破。什么办法？策马，绕路过去。啊，他要不动就不动好了。咱们不还得赶路吗？驾！你别跑啊！先手如来掌！先手如来掌。姑娘功夫不错呀。头儿，有人跟我们抢生意。怎么是他们？和尚，别来无恙啊！这又是谁啊？上连天宫，清明院出了您的南掌。你们不是一伙的。你看我这一身，像是和他们一伙的吗？他们来此，不是要绑架苏施主，就是要杀苏施主。而小僧我不同，有何不同？我是来带苏施主和他师父团聚的。你们谁是苏百夷啊？一晚上遇到的人都是找我的。苏百夷，师姐，不要！你放开他！师姐，拿剑砸他！别有掌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死定了！你莫非在吸他功力？现在连我的也吸上了！快放手！放不了啊！你疯了！这武功神门，不吸干不会罢休。什么？那你会死的！不会不会，我师父说过，我属鬼。你不能死！死到临头了，还有心思说闲话？
说的对，丹田是尺，可我的却是天尺。浩瀚无极，有多少来多少。师姐，放心，我死不了。好啊，既然你想要，那就如你所愿。阿弥陀佛，诸位这是在练什么武功呀？救我！不敢。你不是要带我去和我师父团聚吗？果然有猫腻。我等。和尚奸诈，你骗不了他的。那便只能不做不休了。师姐，相信我。好，我信你。不对劲，不对劲！竟然！师姐，我吸好了。苏施主，贫僧等你很久了。既然骗不了你，那么只能打了。先请。和尚，你我无冤无仇，我实在是不想杀你。苏施主果然慈悲呀！慈悲？慈悲你个鬼啊！你不是说你能搞定吗？喂，我这叫以退为进。师姐，指个方向，我不认路。往东走，去枫林渡口。东边是哪边啊？能说左右吗？右。和尚，左右都行，给条活路走。阿弥陀佛，我的路就是活路。是无相截止，重者身如火焚。师姐，闭上眼睛。为什么？谢谢师姐。走马观花。和尚，我把乌鸦的功力都给你，去找乌鸦吧。5、4、3、2、1，师姐，这次真的搞定了。果然不简单。简单能派你出来吗？哼，也对。怎么这个地方老喜欢半夜放烟火？这是学宫的信号，应该是谢雨林发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们已经安全了，接下来我们分头行动。他们走陆路，我们改水路。水路？有船吗？有，很大的船。很大的船？我本不打算走水路，一旦上了船，会整整受困1个月。但为今之计，只能上船。只要无人打扰，1月时间必能恢复6成功力。
而继续走路呢，随便来几个轻灵院的杀手，我们都不是对手。师姐，连累你了。你真的练了仙人术？说来话长，不如到船上后我们再说。师姐，你也需要和我说说我想听的故事。什么故事？我师傅谢看花的故事，征伐魔教的故事，还有师姐的故事。你不想听苏寒、苏典诺兄妹的故事吗？我们的故事拼凑起来，或许就是……师姐，哇，好大呀！这是荆州木家的金风号。师姐，你坐会儿，我去买船票。人字层大通铺3两，天字号1间，地字号客满。这位先生，请问10两金子1间房。多少？这可是我们穆家长船，10两金子还贵呢。公子，管家，时辰到了，该开船了吧？是。仙女，这是仙女啊！你要干嘛？不知美人姓甚名谁，来自何方，芳龄几何，可曾婚配啊？公子，我和仙女说话，莫多言。哎呀，是小生唐突了，我该先报上名来了。小生名叫穆年华，在家中排名第7，情窦初开，未曾婚配。哦，那你身边的这些女子是？兄妹，都是兄妹。这位公子，你谁啊？在下苏白衣。公子，出船的时辰到了。啊，你们私奔啊？看你们这般模样就知道了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哎，公子，不可，被老爷知道可不得了。这缘起缘灭，缘自在。这珠子送给姑娘了。哎，你等下，你是孽缘。我们走。师姐，我们先上船。哎，等一下，规矩不能破，给银子登船。可够10两金子。好，天字层还剩最后1间，芳名零落，二位，请吧。啊，只剩1间了。人字层还有剩，乃是大通铺。那不行，先登船再说吧。奈落姑娘，姑娘有何事啊？请二位沐浴。洗澡？是的，洗澡。这是穆公子特意为贤伉俪准备的药浴，请二位沐浴。那个师姐，我出去走走。苏公子，这是去哪儿啊？这说起来有点复杂，你来干嘛？我是路过，既然遇上了，
那有几个问题想问问苏公子。问什么？你怎么会惹上上林天宫的？简单点说，我姓苏，可能是苏寒的儿子。这牛可吹得有些过了。不然就是我太帅了，他们嫉妒。算了，帮你问那么多问题，反倒小家子气了。你爱是谁？本公子既然输了，就要完成赌约。多谢穆公子。其实也主要是你家娘子真的很漂亮。你赶紧都给我们上些疗伤的粥，我们伤势好转的越快，你就麻烦越少。我这船上最好的疗伤法，不是已经给苏公子准备上了吗？苏公子，快去沐浴吧。告辞。师姐，是我，穆公子他们在门外，我怕穿帮，只好进来了。穆公子说这药浴是最好的疗伤方法。师姐，你多在药里面待一会儿，我在屏风后面给你守门。你吸来的功力能化为己用吗？吸来的功力不会留存在我的丹田之中，但会锤炼我的筋骨，所以我很抗打。当然，用还是可以用的，只是用掉了就没了，可惜了。师姐，我的剑法也很厉害的，我抓紧练剑。君与剑。既然你会说书，那你就给师姐说段你的故事。我7岁的一天，杀手忽然上门，养父母被害。就当我快被要杀的时候，师傅出现了。师傅说我姓苏，有时我就在想，我会不会是苏寒的儿子？就叫苏白衣吧。会不会我姓苏，是苏点墨的儿子？我喜欢听书，总想从里面找到我的身世。我的母亲是南宫宇文，如果你真是苏寒或苏点墨的儿子，咱们便是仇人。啊？不过这跟你我又有些什么关系呢？当年你我都不知事，而现今我是你师姐，你是我师弟，同在学宫门下，自当互相提携。师姐，你比说书人口中那些快意江湖的大侠还要酷。这是咱们学宫的道理。